啥物叫做爱教育？这是教材。拄则了有去提起着，就是咱的教材设计爱是假例啊型的。我今仔日咧讲，我今仔日比如讲，我教这个美国的囡仔，咱咧设计迄个句型也好，词类也好，词类上好教的是名词，因为你看会着。第二好教的是动词，第二好教的是动词，因为你也是会使做动作。这个概念叫做形词。形容词啦、副词，这个物件都是虚的，虚的无好教。吼，所以为着要教这个虚的，比如讲咱我讲我一个设计方式好啊，我咧讲动词，我咧讲看，咱咧讲食，吼，看甲食就好讲诶，对毋对？看就是看这电视好看啦，物件好食，好。我要甲安怎甲引起到引入来到形容词，就是我着讲加一个好看，变做好看，就是 good to look, good to watch, which means interesting。好，食加一个好食，就会变做 good to eat, which means delicious。好，就是迄个第二站一定爱甲头前有某物程度的连结，伊安尼才有法度去进一步无遐困难，伊嘛是为我知影诶，只是佮加一个概念安尼尔，这叫做爱教育。这是教材诶设计。所以其实恁每一个人若是咧教囡仔，有可能恁用诶会无啥共款。包括讲咱会有即个大家有认证，伫遮嘛甲大家迄个即个广告者大家有认证，即本教材编了袂歹。毋过我家己本身我拢会去做一寡修改，因为我发现伊内底有一寡概念是长去诶，伊无法度完全到迄个爱教育。迄个伊就是做先生，你诶能力啦，迄个伊是你爱家己去找诶。你找着两课中，你会使增加啥物，互伊两课有法度做连结。这就是咱家己爱一直去加强诶能力啦吼。你引起动机，甲你诶教材设计，这差不多就是咱实在讲，你今仔日若是头前拢无听，拢听甲爱困，你知影即两项就好。都讲啊，你要互囡仔爱台语较困难，搁互囡仔爱你啦，伊会感觉你我就是想要上你诶课，安尼伊上课就会有效果。